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29章31节到35节，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洗脚。洗脚对游牧民族来讲是非常重要一项事。耶稣基督第一个新约就是使用这个新人处理的洗脚水，这也表示着洗脚水是家家户户所必须要准备的物件，也是迎宾真重要的一个礼节。耶稣基督捌受邀请到伫一个法利赛人的厝里食饭，但是迄一天呢，却来一位因讲做有罪的妇人人，伊来帮耶稣洗脚。伊是用伊的目屎甲耶稣洗脚，用伊的头毛甲耶稣拭脚。了后，伊还阁用真贵重的油膏来抹耶稣基督。伫这个当初时呢，主人法利赛人心内就伫遐熬念，看耶稣怎样会通接受一个有罪的妇人人甲伊洗脚。耶稣基督就甲伊讲，事实上是伊失礼。因为当耶稣基督入来的时阵，伊并无甲伊洗脚。洗脚不但是当初时人对外口入门的一个礼节，佮较表达着主人是毋是看重着入门的人客。伫犹太传统的文化的中间，另外一项事也会互一个人，或者是一对夫妇受人看会起，或者是得到尊重，迄就是后代咱讲的儿女啦吼。咱拢知影亚伯拉罕伊真年老的时阵还无囝，所以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，就应允伊要赏赐伊有囝。不但安尼，阁要互伊的儿女呢，亲像满天的星，海边的沙。后来也因为亚伯拉罕的太太无法度生育，就将家己的女婢夏甲送互亚伯拉罕。但是当夏甲有囝了后，就开始对家己的主人煞来无礼貌。伊掠做家己安尼对待了后，就会当得到称颂。另外，咱也看见着撒母耳的老母汉娜，因为无囝来苦恼。虽然伊的丈夫并无因为伊无囝就对伊冷淡，反倒当加倍来疼伊，来保护伊，但是汉娜却由原心来忧闷。所以就安尼，伊就去求上帝赏赐伊一个囝。将来伊嘛决志，必定要将这个囝奉献给上帝，做上帝的仆人。类似的代志也发生伫雅各的两个太太，迄对姊妹列结甲伊的姐姐利亚。雅各的心内所疼的，是迄位伊第一目所看到伫古井边拄到的列结，也但是因为伊的阿舅列班的诡计，所以伊就娶了心目中所爱的人的姐姐利亚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上主看见利亚无亲像列结受挺胜，
就互李阿会通生育，但是立结袂当生育。李阿怀孕生一个囝，伊就讲：上主看见我的苦楚，现在丈夫一定会爱我。因此，伊就甲囡仔号名叫做鲁便。然后，伊阁怀孕生第二个囝，伊讲：上主阁互我这个囝，因为伊听见我无受到疼惜，所以伊就甲囝号名叫做西面。然后，伊阁怀孕生第三个囝。伊讲：即摆我的丈夫一定会恋慕我，因为我甲伊生三个囝，所以伊就甲伊号名叫做利美。伊又阁怀孕生第四个囝，伊讲：即摆我要上赞上主，因此就甲囝号名叫做犹大。了后，利亚就停止生育。伫过去迄种文化的气氛的下面，有囝的妇人人伫厝内就会当打头，真会当骄傲，甚至就安尼来看低其他的人，就亲像夏甲，亲像利亚，伊想要借着生囝来得到雅各的挺身共款。因拢失去基本的礼节态度，因无愿意家己谦卑来接纳别人，亲像法利赛人对伫世骹的态度共款。咱看见伫圣经的中间，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，因总是认为家己是迄个选民。有安尼身份得到上帝的挺身，因此因着排斥别人，特别是对遐个外邦人，对遐个是因心目中认为的罪人，伊亲像夏甲，亲像利亚的心态共款。因将生囝当作权力斗争的这个利器，排斥压迫无有囝的人。伫法利赛人的厝内世骹的代志中间，有几项事值得咱来去重视的。第一是法利赛人的骄傲，伊无有替耶稣基督洗骹，基本上就失去了应该有的待客之道。可能因为伊骄傲看袂起耶稣基督。第二个，伊看见迄位有罪的妇人人，因此用这个事件来踢笑耶稣，讲伊若是先知，就知这个妇人人是罪人。第三，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将来做准备。就是伊用迄个贵重的香膏来膏抹耶稣基督。第四是约翰福音的记载，约翰讲犹大是一个贼。其实其中上重要的就是今仔日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3章记载耶稣基督为着门徒洗骹所强调迄种使命态度谦卑。这是发生伫搬过节前一暝阴暗，伫最后晚餐了后所发生的事。耶稣基督讲，耶稣洗了因的骹，穿外衫，然后又搁转去家己的座位。伊问门徒讲：“我拄则替恁做的，恁明白吗？恁尊我做老师。”做主，这是对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，我是恁的主，是恁的老师。我要求为着恁来洗骹，恁也应该爱彼
彼此洗骹。我为着恁设立模样，是要照恁照我替恁所做的去做。我心中甲恁讲，奴仆无比主人搁较大，逢找欠的也无比找欠伊的人搁较重要。既然明白这个事，恁就会实行遐尼济有福气啊！耶稣基督为着门徒洗骹所留落来重要的典范，就是伫权威的人需要谦卑来服侍，甚至是屈家为着人来洗骹。那就是第2章第8节到13节。新娘安尼讲，看我亲爱来啊！伊搬过山岭迢迢来，我亲爱，亲像羚羊啊，亲像鹿啊。你看，伊徛伫蔷薇仔外，对虫仔伫看，对虫仔徛伫探。我亲爱出声对我讲，新郎安尼讲，我的爱人啊，我的美人啊，起来，咱来去。冬天已经过，雨已经煞，花开满遍地，鸟啊唱歌的时到啊。伫田野有听见放假的声，无花果渐渐来成熟。葡萄树开花发出香味，我的爱人啊，我的美人啊，起来，咱来去。求主帮赞阮学习主耶稣基督洗骹的精神，互阮愿意学习谦卑、欢喜来服侍，将主的听甲人来分享。特别着爱学习听别人亲像家己。听对德亲像家己，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